用大髀夾住 Magic Circle 收腹，然後將屁股慢慢升高，去到高點嘅時候，大髀同個 Magic Circle 夾住，總共係做15下。第15下呢，我哋會係將個大髀凌空停喺上面嘅。呢個動作最主要要注意嘅呢，都係當你去到條腰去到高點嘅時候呢，尤其是將你想用大髀夾嘅 Magic Circle 時，千祈唔好拗腰，拗咗腰呢就卸咗力，變後你就練唔到個下小腹嘅力。下小腹夠力呢，盤底肌肉亦都會夠力。呢個係一個關聯喺度嘅，差唔多噶啦。有少少協調啦，提高夾放鬆放下，提高夾放鬆放下。記住做到第15下嘅時候呢，我哋會停喺上邊，然後呢就會將兩隻腳一齊向住 Magic Circle 夾50下。準備㗎啦！好，停喺上邊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。